唐玄宗皇帝。唐玄宗皇帝为这个《孝经》做了一个注，在这个注的序里面，他也引用了孔子说的一句话，说：“子曰，吾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经。”唐玄宗引用孔子这句话，把它放到《孝经》注的序里面，说明我们的玄宗老皇帝也是认同这个《孝经》的作者是孔子所著的这个观点的。第二种说法呢，也是我们现在普遍人都认为的，是曾子所作。认为这个观点，认为是曾子所作的观点，源自西汉那个历史学家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面有这一句话，他认定这个《孝经》是曾子所作。他说：“孔子以为能通孝道，过寿之业，作《孝经》。”孔子以为能通孝道，孔子以为谁能通孝道呢？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，这是我们的司马迁省略了曾子这个词故受之业，就把孝道这个讲法给他听，然后这个曾子根据孔老夫子的讲述，就做了《孝经》。这个说法一说出来，我们后人就很多都认同。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司马迁的名声，是吧？司马迁在治学这一块是非常严谨的，整个的《史记》从头到尾，他所引用的历史事实都是有据可查的，就是说没有谎言。《史记》的重要性不仅是古代，我们现在人很多的都在赞扬它、钦佩它，以至于我们大陆有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叫做鲁迅，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对于《史记》的评价，他说《史记》是史家之离骚，千古之绝唱。当然我们认同，既然这个《史记》有这高的地位，司马迁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我们认为这个《孝经》是曾子所作，也不会太错第三个说法是清代的一个大史学家，他认为他在这个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目里面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该书是孔子70子之徒之遗言。”清代的这个季军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为这个四库全书做总目的一个作者。清朝在清朝的时候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《史记》那个典籍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编辑整理工程。而这个工程呢，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话所说的主编，就是我们的季军老先生。在这里面认为，这个《孝经》是成书于秦汉之际，是孔子70子，孔子弟子3000，贤人72，70子之徒。所谓徒，是指同一学派的人之遗言流传下来的言语，所以在秦汉时候就形成了《孝经》。当然，种种说法不一而足，我们对于这个《孝经》的作者也没太有必要个个的去斤斤计较。我们总有一个总体的观点，《孝经》是圣贤所作，行了。如果我们当中有
有人对这个作者感兴趣，我想去好好的钻研去考究，把《孝经》的作者确定下来，然后使我们的后人不再为《孝经》的作者所迷惑，这我想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人来做这个事，是吗？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《孝经》的体义。从字面上看，《孝经》是一部阐述孝道的经典。像这个经就是经典